主啊，2026年5月31日，每日圣安公读经，器具换新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哥罗西书第3章第1节到17节。现代第一版圣经哥罗西书第3章。既然恁已经甲基督做伙各活，就着追求天顶的事。伫遐，基督坐伫上帝的正边，恁着专心伫伊顶面的事，毋是地上的事。因为恁已经死，恁的活命甲基督做伙稳藏伫上帝内面。基督是恁的活命，伊显现的时，恁嘛会甲伊做伙显现来分享伊的荣耀。所以，着消灭恁遐个俗世的欲望，就是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邪欲甲贪恋。贪恋是拜偶像，因为这个事，上帝受气要临到悖逆的人。恁以前趁这欲望在生活的时，言行举止嘛受因支配。毋过现在，恁着气杀、受气、歹性地、怨恨、诽谤，甲讲垃圾话等，毋通互相欺骗，因为恁已经有将旧的人甲习惯脱起来，将新的人穿落去。这个新的人，创造主照家己的形象，继续得家己更新，互恁通真正捌伊。安尼无搁分别希腊人也是犹太人，受割礼也是无受割礼，未开化、野蛮、奴隶也是自由人。毋过基督是一切，也伫一切的内面。恁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，是伊所疼的，所以着用怜悯、慈爱、谦卑、温柔、甲耐心做衫穿落去。恁中间若有纠纷，着互相宽容，彼此赦免，亲像主有赦免恁，恁嘛着安尼相赦免。这个以外，着搁加他疼心，因为疼维护一切连结完全和合，着互基督所赐的和平支配恁的心。为着要互恁有这个和平，恁受建造成做一体，恁搁着时常感谢，着互基督的话丰丰富富踮伫恁内面，着用逐款的智慧互相教示，彼此劝诫。唱诗篇、圣诗、灵歌，对心底感谢阿罗上帝。恁无论做甚物，讲话也是做代志，拢着奉主耶稣的名来做，通过伊来感谢爸上帝。器具换新，伫即个快速变动的时代，更新差不多成做一种流行。毋单单是换新的手机仔、新车、新厝、新的工作，甚至换一个全新的家己。但是圣经所讲的更新，并是表面的改变，而是生命本质的翻转。保罗伫哥罗西书第3章清楚指出，基督徒生命转变的核心，毋是死守规条，也是宗教表现，而在伫甲基督同死同搁活。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不断器具换新的过程，总是咱毋是努力成做新创造的人，是踮基督内面已经成做新创造的人。既然安尼，咱生命的焦点就必须调整。保罗讲，基督徒已经甲基督做伙搁活，就着追求天顶的事。这意味着，毋是拄着有想到就好，
而是爱持续追求，用上帝永恒的眼光看生命。咱若简单关注地上的成就、关系、得失，真容易陷入焦虑甲比较。若定睛伫基督，生命就有稳定的重心。真正的安全感不在伫人安怎看我，是在伫我敢有踮基督内面。既然旧的我已经死啊，现在的生活就无应该再继续互旧的我主导。因为安尼弃旧换新的第一步，毋是行为的改变，是转换心思的归属。人常常以金钱、权力、关系来定义家己的价值，但是这个拢是属于旧生命，毋是新生命。真侪基督徒的外在行为、检采敬虔、言语和情绪，却活踮旧的我内面。弃旧毋是压抑这个，是认清这个无搁再是真正的我。咱需要亲像新的人，就是属灵生命持续更新，逐日踮真理中渐渐被塑造，照着创造者的形象渐渐更新。踮基督内面，人无搁再以文化、身份、阶级来定义价值。既然甲基督同死同搁活，就爱有对应的新生活。保罗先阐述应当弃绝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。贪婪是一种偶像崇拜，佮指出毋通搁再有愤怒、暴力和仇恨，毋通讲诽谤、污秽的话，毋通彼此欺骗，因为讲白贼代表也活踮自我保护的旧模式中。是属于已经死的旧的人，毋是活踮真理中的新人。正做伫基督内面的新人，也爱有相对应的德行。保罗用称来形容新生命的品格，包括有怜悯、慈爱、谦逊、温柔和忍耐的心，也爱互相宽容，彼此饶恕。存着疼心和感谢的心。保罗讲到饶恕的时，特别强调主安怎饶恕恁，恁也着安尼饶恕别人。默想，伫生命经贴的中间，我是毋是安然掠条旧生命，渴望得到安全感？我是毋是愿意互基督的话语重新塑造我的思想甲反应？伫生命经典中，我是毋是安然掠条旧生命，渴望得到安全感？我是毋是愿意互基督的话语重新塑造我的思想甲反应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互我会当甲基督同死同搁活。赐我全新的生命，求你光照我，互我脱掉需要改变的旧的我，搁帮助我亲像新的人，互我伫疼的中间成长，伫关系中活出你的样式。愿我的一切言行拢会当荣耀你的名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